你有冇聽過一個地方因為一宗慘案而成為全香港最陰森嘅屋苑之一？有啲單位唔係因為租金貴，而係因為冇人敢住；有啲走廊唔係因為燈壞咗，而係因為唔想照到一啲唔應該見到嘅嘢。今集阿偉講鬼，我哋今次唔講鬼，我哋要講嘅就係發生喺1984年麗景邨景樂樓嘅情殺案，一段由愛變恨、由人變鬼嘅故事。一個男人因為感情破裂，喺情人屋企嘅門口跪求原諒，最後失控殺人。但係最恐怖嘅唔係血案本身，而係之後所發生嘅怪事。最後單位變成猛鬼屋，走廊傳出女子嘅救命聲，鏡面出現模糊嘅倒影。房署試過換門換窗，甚至封咗道門改用途，但怪事都冇停過。有人話怨氣太重，唔係封門就可以解決嘅，因為有啲人死咗唔代表走咗，佢哋仲喺度等緊兇手嘅死，仲喺度等緊有人記得佢哋。你準備好未？今集我哋一齊走入麗景邨，聽返呢段血色奇案。以下所講嘅故事就係根據1984年麗景邨景樂樓所發生嘅真實情殺案改編，同真實所發生嘅案件後有大量嘅改動情節。疑心嘅裂縫。故事要由1980年代初講起。阿偉當年20幾歲，係一個年輕嘅警員，外表唔算靚仔，做事有啲衝動，平時中意踢波、食煙、講粗口，但對朋友呢好夠義氣，而對女仔呢就特別溫柔。有一晚，佢尖沙咀巡邏，見到個女仔喺夜校嘅門口等巴士，佢就案件嘅女主角小詩。小詩着咗一件米色嘅白色風褸，望住手錶，好似好趕時間。阿偉望咗佢一眼，冇出聲。但之後幾晚都刻意喺同一個地點、同一個時間出現。終於有一晚，小詩就問佢：你係咪成日都喺度巡邏㗎？而阿偉就笑咗笑：唔係，我成日都喺度等你啫嘛。就係咁樣，兩個人開始傾偈。小詩原來半工讀，朝早呢就喺間商務公司做文員，夜晚就讀夜校，想考政府工。阿偉心裏面就覺得佢好勤力啊，唔知其他女仔咁樣成日去 shopping 買化妝品扮靚。阿偉就開始追求小詩，送佢返工，等佢放學，陪佢溫書。漸漸小詩都接受咗佢。拍拖1年之後，小詩夜校畢業，再成功考入佢心儀嘅政府部門做文職，生活開始穩定。相反，阿偉就唔係太順利啦，因為佢同一班有黑社會背景嘅人混熟咗，俾警隊嘅內部調查，最後就被逼革職。佢冇講太多嘢，即係話我唔係壞人，我只係識錯咗人。之後阿偉就喺酒店當散工，人工唔高，但係時間多咗，所以阿偉每日都專程接小詩返工放工。不過由於佢嘅妒忌心係非常重嘅，阿偉會將小詩身邊所有嘅異性都當為情敵。衝動嘅阿偉有次仲將小詩嘅男同事打傷。好彩事件發生之後，小詩多次向嗰個男同事求情，先至冇將呢件事告上警局。嗰次之後，小詩就好似對阿偉有啲抗拒，開始想疏遠佢。小詩嘅爸爸喺嗰年嘅年中突然重病，入咗醫院，情況急轉直下。阿偉知道咗之後，就主動請假陪小詩探病。到咗小詩嘅爸爸離世嗰日，阿偉一手一腳幫佢辦理身後事，陪小詩嘅媽媽去領骨灰。小詩嘅媽媽原本對阿偉嘅印象只係一般，但係見佢對呢件事咁上心，
唔怕辛苦，仲一句怨言都冇，心入面開始改觀。佢就同小詩講：阿偉雖然唔係好有錢，但係佢對你真係好好啊。小詩聽完冇出聲，即係點咗幾下頭。有一晚，小詩嘅媽媽喺屋企煮飯煮到一半嘅時候，阿偉就主動走入廚房同阿媽講：不如我幫你切菜啦。就係咁樣，阿偉慢慢融入咗屋企。後來阿偉就搬咗去小詩屋企住，但係問題開始發生啦。佢住落咗之後就開始故態復萌，唔理屋企人，聽收音機，又大聲講電話，仲開始食返煙。而小詩嘅細妹小兔，因為嗰年讀中七，準備上大學，所以就成日投訴阿偉太嘈，影響佢溫習。有一晚，小兔終於忍唔住出聲：你可唔可以靜啲啊？我溫唔到書啊！阿偉當時啱啱賭馬輸咗錢，聽到呢句即刻怒火爆發，衝上前一拳打落小兔塊面上，小兔當場跌落地下，連小兔嘅兩隻兔仔牙都打到飛咗出嚟，嘴角流血。小詩尖叫，而佢阿媽就報警，阿偉就即刻被趕走。由嗰晚開始，小詩同阿偉嘅關係就急轉直下，佢哋冇再見面，冇再講電話。不過阿偉冇放棄啊，佢話：我唔係壞人啊，我真係太愛你咋。而呢段感情最終變成一場悲劇，一個晚上改變咗整個屋苑嘅命運。即使你死咗，我都唔會為你流一滴眼淚。到咗1984年嘅5月8日傍晚5點半，阿偉出門前喺廚房嘅櫃桶拎咗把8寸長嘅利刀，佢冇講嘢，自己用毛巾包住，再塞入佢袋入面。佢阿媽見到面色一沉：你做乜拎把刀啊？你唔好亂嚟啊！阿偉冇回應啊，即係講咗句：我去揾小詩講清楚。佢一個人行入麗景邨景樂樓3樓，企喺小詩屋企嘅門口，雙膝跪低，而手就揸住一束花，聲音沙啞咁樣講：小詩，我改過啦，你出嚟聽我講兩句啦。嗰時屋企只有小詩嘅媽媽同埋妹妹小兔，佢哋當然冇理阿偉啦。小詩嘅媽媽望住窗出面，見到小詩返嚟，就同佢講：快啲報警啊！佢又嚟啦！冇耐，警察就到場。不過見阿偉冇暴力嘅行為，即係情緒激動，鬼門口大叫大喊，於是即係當一般感情糾紛處理。佢哋冇搜查阿偉身上嘅物品，即係勸佢冷靜，叫佢離開。而阿偉就好細聲咁樣講咗句：我走，但我唔會放棄。佢慢慢起身，消失喺走廊嘅盡頭。警員向小詩嘅媽媽交代，佢冇做任何危險嘅行為，我哋已經叫咗佢走啦，應該冇事。完成任務之後，警員就離開，但係冇人知道，其實阿偉係冇走到嘅，佢只係喺樓下徘徊咗一陣，見到警員離開，阿偉就再次折返去小詩屋企嘅門口。今次阿偉冇再跪低，而企喺門口，眼神空洞，而手就插入褲袋，緊緊握住佢帶嚟嘅嘢。小詩嘅媽媽驚再次出事，但又唔好意思再請阿 Sir 過嚟，喺無計可施之下，唯有打電話揾阿偉嘅媽咪勸佢走啦。你個仔又嚟咗啦，快啲上嚟勸佢走啦！如果唔係，真係出事噶。阿偉嘅媽媽急急腳趕去麗景邨，嚟到之後就同阿偉講：你個衰仔，馬上走！你唔要面，我都要面嘅。阿偉聽到自己嘅媽媽咁樣講，就暫時離開。而嗰兩個媽媽就喺走廊一齊商量，到底點樣處理小詩同阿偉嘅事情。就喺佢哋傾談嘅時候，阿偉突然衝出嚟，而佢嘅手入面係攞住一把8寸長嘅利刀，挾持住小詩嘅媽媽，仲大聲講：馬上開門，如果唔係我就殺咗佢。屋企人聽到尖叫聲，就即刻開門救人。
阿偉見一開門，馬上衝入屋，動作快到令人反應唔切啦。小詩一開門，未出聲，已經俾阿偉刺中胸口啦。小兔喺房衝出嚟想救家姐，結果亦都同樣被刺到。而小詩嘅媽媽就重傷倒地，血跡染滿整個單位嘅地板。阿偉冇再講嘢，異常冷靜，只係望住瞓喺地下嘅小詩，然後就轉身離開。當阿偉走咗之後，佢媽媽在鄰居嗰度借電話報警，快啲嚟啦，兩個女仔唔得啦！警方接報後即時封鎖現場，救護車趕到，將3名傷者送院搶救，但小詩同埋小兔已經證實不治，而小詩嘅媽媽就重傷留院。警方即時展開追捕行動，但阿偉已經唔見咗啦，佢冇返酒店，冇去朋友屋企，只喺街頭流連，直到第二日嘅朝頭早，阿偉返屋企，警員上前將佢制服啊，但佢冇反抗，只係低聲講咗句：我唔係壞人啊，我只係太愛佢咋。最後裁決，法庭審訊期間，阿偉面對3項控罪，包括2項謀殺同埋1項傷人罪。佢喺庭上自辯，聲稱自己並非蓄意殺人，而係因為感情受挫、情緒失控先至犯案。佢話：我唔係壞人啊，我真係太愛佢咋，我唔想失去小詩。辯方律師求情時指出，阿偉曾經為女友戒煙戒酒，反映佢對感情投入極深。律師亦都提及，案發前阿偉精神狀態不穩，情緒波動，希望法庭可以考慮當事人嘅心理因素。但控方強調，阿偉喺案發前已經從屋企攞出利刀，顯示殺人係有預謀成分嘅。再加上佢假意離開現場，等警員離開後再折返，並且挾持女方嘅母親強行入屋，行為係極為危險性嘅，完全唔係一時衝動。陪審團經過多日審議之後，一致裁定阿偉罪名成立。法官原判死刑，但由於香港嗰時已經廢除死刑，根據當時法律，依例改判為終身監禁。阿偉被送往赤柱監獄服刑，至今仍喺服刑之中。而麗景邨景樂樓3樓案發單位，自此成為屋邨裏面最令人忌諱嘅地方之一，亦都開始傳出唔同嘅都市傳聞。審判之後，怨念未散。案發之後，麗景樓3樓嗰個單位雖然清理過，但怨氣似乎未散過。房署曾經多次嘗試出租，但每一個租客都住唔長㗎，最短嗰個只係住咗3日就搬走咗。有住戶話，半夜會聽到屋入面傳咗吵鬧聲，好似有人喺廳嗰度爭執，聲音時近時遠。有一次，樓下嘅住戶話凌晨3點聽到天花板傳嚟嗒嗒嗒嘅聲音，就好似有人着住高踭鞋喺屋企走嚟走去咁樣。但嗰晚單位係冇人嘅，有清潔工就話佢哋入去清理嘅時候，見到廳入面有灘水，地板係濕濕地嘅，但係天花板都冇漏水，而窗都冇開過，完全唔知啲水係點樣嚟嘅。仲有一次，電錶房嘅技術人員入去檢查電線，佢就話喺鏡面嘅反光見到後面企住個女人啊，但係轉身就冇人。有街坊話，每逢5月嘅8號附近經過3樓走廊嘅時候，都會聞到一陣淡淡嘅花香味，好似有人擺咗啲花喺門口，但係望過去門係封死咗㗎。最終房署將單位改成電錶房，永久封印，但即使冇人住，怪事亦都冇停過。當升降機去到3樓嘅時候，偶然都會停一停。有住戶話搭 lift 嘅時候會見到一個女子
背住自己企喺 lift 嘅最角落，而佢係着住白色嘅米色風褸，低頭好似喺度講：我仲喺度，我唔想走。而景樂樓嘅3樓，直到今日依然係麗景邨最少人行嘅一層。有人就話唔係因為怕鬼，而係因為怕記得呢件事。每年5月，總會有人話自己曾經住過呢度，聽過、見過、感受過呢種案件。唔止係一段由愛變恨嘅悲劇，更加係一個屋邨永遠抹唔走嘅陰影。阿偉，一個曾經為愛放棄一切嘅人，最終因為控制唔到自己，親手摧毀咗佢最愛嘅人。小思，一個努力向上，想改變命運嘅女子，喺最熟悉嘅屋企入面，俾最熟悉嘅人奪去生命。而小兔，這一個準備考大學嘅年青人，連未來都未開始，就已經被終止。法庭上，阿偉話：我唔係壞人，我只係太愛佢。但係愛唔係佔有，唔係控制，更加唔係傷害。有時最恐怖嘅唔係鬼，而係人入面嗰團火，一旦燒起，就冇人可以救。如果你今晚經過麗景邨，不妨望一望3樓，睇下 lift 會唔會停一停，睇下你會聽到嗰句我仲喺度。我係阿偉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